2年前開始，我冇再拍片，亦都推晒所有嘅 job，因為我意識到，如果我喺英國都生活得咁辛苦，咁我移民嚟做咩啊？英國人之所以大安旨意做月光族，係因為英國嘅政府真係俾到保障佢哋，而喺香港，我哋就成日會覺得冇錢真係會死㗎。我決定要融入埋英國呢一個文化，於是由嗰一日開始，我淨係在意一樣嘢，就係每一日我過得開唔開心。我開始瘋狂去旅行，瘋狂食好嘢，同埋執翻自己個樣同身材，然後好離奇地，我遇到一個又一個嘅貴人，當中有一夜之間破產，而家已經有樓有鋪嘅披薩店老闆，有專搞 Airbnb 生意嘅人，亦都有專登 register 咗一個公司名，然後用嚟不斷 buy to let 嘅人。今日我嘅身心都已經回復翻最 fit 嘅狀態，亦都建立咗穩健嘅被動收入來源，所以我終於有時間翻嚟同大家拍片傾偈啦。但係我唔會再好似以前咁，要限住自己幾時出一條片，亦都唔會再理 haters 講嘅任何嘢。如果再一次有人對我發起網絡欺凌，我唔會再好似以前咁喊同埋急住要澄清同埋揾律師。原因好簡單，我嘅生活已經唔再需要靠呢一份收入去 support。而事實上今日呢條片真係純分享，冇錢㗎，因為由於我太耐冇出片， YouTube 其實已經同我解除咗合約㗎啦。點都好啦，如果今日你有緣睇到呢條片，而你嘅生活又唔係咁開心嘅話，希望你都有勇氣去轉變你嘅生活模式。只有喺你開心嘅時候，你先會有乾淨嘅磁場，先會有機會吸引到好人好事。你成日覺得辛苦一陣，委屈下自己，將來就有好生活。但係李文、大 S 同埋方大同已經提醒咗我哋，人係可以40幾歲就拜拜㗎啦。你將來係唔係有好生活，係一個未知數。你係咪一定能夠走得到去將來，亦都係一個未知數。但係可以肯定嘅係，你而家每一日都過得好痛苦咯。咁耐冇見，我都想知道你哋過得好唔好，留言話俾我知你開唔開心啦。